心上场，赞，非常的棒，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掌声鼓励。准备哦，来，云林上场，赞。好，安心上场，赞。安心上场，赞。来，田家武，赞。大家田家武，赞。今仔种花枝人吼，看到咱吼老人会长吼，带陈贤女士吼，自从伊的先生蔡碧山，观念咱当时吼消防队这片土地，兴建咱的消防队以来吼，陆陆续续吼，甲咱的消防队吼帮忙真济吼，来救咱吼所有当时乡的这乡亲啦吼，当然为咱吼碰布车，甲小型的水箱车，到即马的救护车，搁加上咱的公所7人座这交通车啦吼，一直拢咧帮助咱当时乡的乡亲啦吼，造福咱的人群啦吼，嘛互咱的乡亲啦，伫任何需要的时阵吼，会当第一时间上界方便、上界安全的时阵的吼，护送咱的乡亲吼，有无论是辛苦病痛，拢会当第一时间送到病院啦吼，这个情形吼，这个心情我真正非常感动吼，因规家伙拢会当有这款吼，善行义举啦吼，尤其咧吼，为伊的先生开始，伊的后生开始吼，到即马吼，伊的堂弟啦吼，咱的陈耀峰吼，咱的董事长吼，会当捐献这个救护车，相信这个救护车内面的装备呢，非常完善啦吼，嘛非常先进啦吼，对咱地方所有乡亲时代拄着任何吼大小病痛吼，拢有真大的帮助啦吼，而且呢吼，抱着非常感恩的心情，代表咱当时乡所有乡亲来感谢咱陈耀峰吼，咱的董事长，更加感谢咱的老人辈吼，咱的蔡陈贤女士啦吼，会当安尼吼，不只是伊个人啦吼，包括伊所有家庭内面翁婿啦，伊的囝儿媳妇吼，包括伊的吼堂弟，拢总配合伊做即款吼遮尔大即个奉献吼，而且真正对伊非常的敬重，嘛非常感恩。因为阮阿姊的关系，希望讲乡亲无当时厝有一个救护车，所以甲我讲的时阵，我以回馈乡亲的感恩的亲情来去做这样代志，希望消防队会在好好运用这个救援，好谢谢各位。咱廖峰董事长啦吼，咱来捐咱一台救护车将近300万，来当时消防分队啦吼，嘛甲大家乡亲报告啦吼，是就年内年外，咱福林县的救护车已经外口捐赠拢总18台啊。县长的政策是希望咱沿海在救护车拢会当上新的，咱莫从以前使8、9年的救护车，搁继续使用。所以今年内底，阮将近淘汰换18台新的救护车，这个部分拢放伫沿海方面，未来服务咱的乡亲，会当互咱的乡亲愈安心啦吼。起初遐，这个消防队就是伫公所迄区的遐，公所区的伊就是迄楼顶吼，爬迄铁仔的楼梯，歹去。歹去就丢掉起来，阮头的是甲阮顶下迄分局长阿龙，伊甲伊讲吼，无倒来起点，阮遮爱着，阮前就即块土地，互伊起销。就阮吼，我昨昏我有讲，敢若阮公所阮的兄弟，甲即阵超过1000万落地销，一定销。像迄较早去咧拍迄个训练。迄救迄衫一领7、8万，一摆关系，不然租出来，20出来，会问阮这是关啦。